部分有鄧濤、漢玲，哇！演繹澳門啊初戀嘅咧就有許欣怡、Natalie， 仲有 Elise、劉以琳，當然唔少得表姐啊 Yanny。好啊，不如同大家即係講幾句説話啦。不如首先係監製同導演先啦。係，Hello， 大家好，我係導演 Tracy。咁係咯，希望大家中意呢套戲啦。咁然後可以如果你哋睇完都中意，可以 share 俾多啲嘅朋友睇到。咁我都希望可以即係多啲人覺得啊，其實我哋用咁多個即係大家而家見到台面上咁多個女仔都係好唔同嘅。其實我覺得就係呢個就係即係所謂嗰個不平凡啦，即係大家有自己好 unique 嘅地方咯。然後其實好即係佢可以好自在咁樣生活成佢哋自己嘅樣子咁樣。好。Jacqueline 咧？好啊，咁就再同 Tracy 合作啦。咁我哋上一次就骨妹啦。咁然後我哋中間有傾偈嘅。咁然後佢俾呢個故仔我嘅時候咧，大家就覺得我第一個感覺係一個香港、澳門同台灣嘅故仔，好得意呢個 backdrop， 即係有3段同埋時間同埋3個地區。咁喺入邊6 pair， 即係3 pair 女仔3個愛情故事。咁可以代表到唔同階段嘅地方啦，同埋人物啦，同埋即係唔同嘅感受啦。咁希望各自大家就算你係男男女女都好，喺入邊揾到一個自己咯。咁所以就女孩唔係淨係女孩嘅，大家都不平凡。好啦，咁呢個嘅即係演繹香港部分呢，就有之前你哋合作過喺骨妹裏邊呢嘅 Fish 同埋咧就余香凝啦。咁今次咧就隔咗成10年，再同翻呢一個原先嘅班底合作咧，有冇啲好唔同嘅地方啊？拍攝嘅時候，大家都老咗10年，冇仲係咁靚。係真係非常之開心嘅，因為10年前拍骨妹嘅時候，的而且確係帶俾我非常之多經驗啦，又或者係可能喺得到好多觀眾嘅關注啦，令到我可以喺我接住落嚟嘅電影事業度更進一步啦。咁嗰陣時係冇諗過10年之後我哋可以再一次係有呢個合作。咁我自己拍呢部戲嘅時候，我好中意呢個劇本，因為原來我都行下都行到我都擁有自己嘅少年版嘅歲數啦。我唔可以再演翻一個少年版啦，唔係嘅，講笑，係真係覺得好開心啦，因為呢個故事係講人生啦，講階段啦，講選擇。咁我拍呢部戲嘅時候，我都經歷緊自己有好多迷茫同埋自我質疑嘅時候。咁拍完之後，我再2年之後啦，上年我哋再喺釜山，我睇完成套戲嘅時候，我重新再審視過我自己嘅人生也好，或者係因為呢部電影啦，我都諗咗好多。我哋喺每一個階段嘅自己，無論係阿 Lock 啦、阿徐啦同埋阿欣，我哋都喺我哋嘅階段嗰個階段嘅自己做咗最好嘅決定咯。即係無論呢個決定可能影響至之後佢究竟係行成點，但係其實諗翻我哋已經喺嗰陣時嘅自己已經係為自己做咗一個最好嘅決定啦，所以都無悔咯。我諗係啊，我即係再講翻我自己嘅時候，我都諗翻，我都有為我自己每一個階段嘅自己做咗一個最好嘅決定，所以希望你哋睇完呢部戲有所諗法嘅話，可能可以寫上社交平台話俾我哋知，你哋睇到啲乜嘢，你哋中意啲乜嘢，或者有冇一句對白、一段故事觸動到你哋。好，同埋余香凝咧？Hello， 大家好，我係余香凝。好多謝 Net Fans Club 嘅包場，等大家可以優先睇到呢一出電影。咁如果大家喜歡嘅話，就可以呢2日叫大家上映嘅時候就去戲院欣賞。咁事隔10年再同 Fish 同埋導演合作，其實我哋個默契同埋嗰個一拍即合，唔使再多講嗰樣
感覺係好喺度嘅。例如我哋喺現場有好多嘢都係玩出嚟嘅，咁個導演又好信任我哋兩個啦，就俾我哋去玩啦。好似我哋喺屋企嗰啲生活小片段，例如朝頭早聞我個口臭唔臭嗰啲係我哋劇本冇嘅，即係我哋兩個自己玩，咁又會變咗好有生活感，睇出嚟都好 sweet 咁係咯，好開心可以有今次10年後嘅合作，希望下次唔使再等多10年。我希望大家鍾意。好啦，跟住之後台灣部分咯喎，台灣部分咧就即係激情部分就交咗俾你哋啦。咁樣阿鄧圖你本身即係當導演話俾你聽，你要鏟到咁短，跟住等要係橙色頭髮嘅時候，你嘅感覺係點樣樣？係啊，我都覺得好正嘅，就係好興奮咯。因為首先其實咁短頭髮咧，即係代表我造型嘅時間會縮到好短，咁我就可以再瞓耐啲。冇錯，然後我嗰個頭咧好煩㗎，又要捲啦，要捲之後啊咧佢好快直啦，直完之後再捲啦。睇落好自然嘅髮型，全部都係要好用心、好仔細咁整。所以係咯，我個髮型就比較簡單，同埋咁靚妝都唔使時間。同埋我仲要咧，因為咁啱我哋台灣嗰個階段，我係打風，我們颱風那個禮拜，然後我其中一場戲我是在室外拍，然後那一天就全部樹都吹得這樣子，但我的頭髮還是沒有動，所以我就覺得很省大家的時間，就覺得哇。很好，很有計算過的。對對對，那造型的部分呢，就是你去處理了。那你呢？你的那個造型啊，或者是要表現出來的，你怎麼想象你自己的形象應該怎麼表達呢？哦，我那時候定妝的時候也是很喜歡阿晴的造型，因為那個造型很90年代的台灣的，我想到可能就是蔡依林，然後陳意涵嘛，就是那個時代，然後我看的那個很多手鏈啊，然後穿那個超級短虛虛的褲子靴子，然後那個很大的耳環，就是很馬上一穿上那個衣服就很有，就是覺得情也有那種那個年代，然後又很年輕的火，有點性感辣，就是要閃出來的那個跟我對台妹的那個樣子，所以就看到我哋睇到呢一個嘅戲裏邊咧，好親密嘅部分咧就交咗俾佢哋啦。咁但係咧，好即係好清潔啊，即係好初戀部分咧，就交咗俾阿 Natalie 同埋 Elise 你哋兩個喎。係咁樣點樣去表達你嘅即係初戀嘅感覺咧？同埋同學姐佢嘅感情對住咧。佢好容易表達啊，同埋我諗其實好多因素，即係好似阿圖佢嘅頭髮，咁其實佢阿 Elise 嘅造型都好即係好型，佢有嗰啲紋身啊，同埋佢又染咗頭髮啊，各樣嘢都幫到我哋投入嗰個角色同埋嗰個情感。同埋我想，因為講起造型，我想講其實我哋嘅團隊係好多女仔嘅，即係我哋造型師 Chantel 佢都係好高、好有 style 嘅一個，佢成日戴住一個好標誌性嘅牛仔帽，跟住我哋攝影師都係女仔，我哋兩個 AD 都係女人，咁就覺得呢個環境下拍攝係好舒服。Sorry， 我講完發覺我其實我想，所以都係女孩不平凡。是的，大家都係好不平凡嘅女人人啦，然之後係咯，即係好舒服啊！我哋拍得好開心，好開心。好啊！全部都係女仔一齊去開工，會唔會好嘈咧？應該佢最嘈呢個最嘈，你嚟好嘈啊佢！佢嚟到我先嘈㗎。係，你快啲講下啲幕後嘢嚟聽下先。
未 roll 機嘅時候係的確嘈嘅，係咪啊導演？但 roll 咗機之後，佢就即刻變咗一個好文靜一個戲入邊嘅一個女仔，所以真係投入得好快同埋好容易咯。因為呢個女仔真係好可愛，你哋嘅 net 真係好可愛，同埋今日真係好開心，因為見到哇好多熟悉嘅面孔啊！因為有好多人已經唔止睇第一次嘅，你哋係好中意呢套戲，咁我哋都好開心，你哋咁中意呢套戲。然後我覺得喺澳門拍嘅先，其實我哋好多都真係好難忘嘅，因為有好多心動嘅時刻。我哋其實啲 montage 喺校園入邊，哇化妝距離咁近嗰個心跳嘅感覺係真係好青春嘅呢件事。然後仲有好多我哋平時唔會做嘅嘢啦，即係街上面有塗鴉啦，然後又瞓喺條馬路度，大家千祈唔好學，想感受嘅睇多幾次就好啦，唔好學我哋。好，Yanny 我都好想睇呢一啲畫面，因為頭先我睇到一半，但係我絕對係會再2-3次咁刷，因為我好喜歡呢部電影。我覺得我好喜歡女導演拍嘅電影，佢哋咧捕捉到你哋每一個都係唔係淨係靚咯，係嗰個感情嗰個眼神係好好睇咯。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套劇嘅服裝，因為可以再次令我帶翻我去以前細個好流行嗰啲元素，咁好好玩咯。係多謝呢個機會。咁你記得多啲入場，再同多啲朋友嚟睇咯噃。好，咁我知道咧嘅 fans 咧就有啲禮物送俾我哋咁多位嘅演員同埋導演監製。好多謝你哋，記住咯喎，快啲將我哋嘅今日嘅片段喺度分享嘅片段。